水上君哦，来高主哦，当心主一个梦。只准上帝因他陪着，高主来做对见。你开圣经真道经，如花做白花灯。无真实，这个曲调吼，曲调无真实，所以咱再来吟一遍吼，咱再来第一集就好，第一集就好。来，预备，来。你放下树乱乱霜花，朗朗堂堂着我。水上君哦，你国主哦，当心出一个梦。只准上帝因他陪着，高主来做对见。你开圣经真道经，如花做白花灯。这时，咱再来献开新圣诗第479首。其实咧吟这两条歌的时阵，上时嘛要邀请咱为着这个世间的混乱、和平来祈祷，求上帝赏赐平安，就伫咱所伫的所在。看一个破碎的世界。真情有梦无尽，求主赐我一生和平我梦相近。这条歌真简单，不过旋律嘛真优美。总是咱爱搁较熟这条歌的旋律，咱搁来吟第一集就好吼，咱搁来吟第一集就好，来。看一个破碎的世界，真情向无尽，求主赐我伫这世间和平我梦相近。咱来读第6节的歌词。第6节，求主带来美好世界，充满仁爱国度，世上和平，直到万代，应甲上主结合。愿上帝恩典、上帝的怜悯、上帝的平安，甲咱做伙伫地。
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。唱歌学老伊的名的荣光，用学老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。撒迦来吟圣诗学老，圣诗197首，列邦圣书乱乱宣发。会众站起立吟全首。列邦圣书乱乱宣发，朗朗康康调播。谁就君王列国主我，当心主之给我。基尊上帝应该背嘅家主来做对天，你归圣经真大经，如花所把传灯。一天主在应最团位，渺细欢快动位，亲亲黄昏收起看见，烟花尽大高见。主公我立君王最大，威严最的顺下。主也提过严严的你，把因亲像收起。你望着来承受家事，光明调谈得理，一边欢喜，一边惊讶，愿为上帝尊名。因主受起你会看人，行了路中受灭。要紧紧来还回行好，可以言外宽宏。请大家犹原徛着，咱做伙来念使徒圣经，告别咱的信仰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定十字架，死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过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撒迦来启应文第36篇，暂时嘛是箴言第8章。就听智慧得救，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，智慧伫城门口。正人啊，我叫恁；世间人啊，我对恁讲。戆直的人啊，要学习精明；愚妄的人啊，要追求聪明。就听我要讲极好的事。要论圣经
伫创造起头，上主想造我。自古到以来，我是伊头一个创造的。伫上起头，伫创造世界以前，对越古早，伊造我，我出世的时，也未有深渊；嘛也未有海洋。我出母胎的时，大山也未受造。小山嘛也未形成。迄时，大地甲田野也未创造。连地上头一块乌粉也嘛也未有。也未安置穹苍，也未伫海面画地平线。迄时我已经伫遐，伊伫空中布置云彩，互深渊的水泉沁出来，甲海定干旱，互海水未搬过界，互大地下地基。迄时我已经伫遐，迄时我伫伊身边做师傅头，逐日互伊欢喜。我不时伫伊面前欢喜快乐，伊爱伊互人徛起的世界。欢喜伊创造的世间人，但我的囝着听叹我，遵行我道路的人真有福气，着听教师来得到智慧。毋通有转，听叹我的人真有福气。因逐日伫我的门口礼拜，伫我的门边礼听候。找我的人就是找着性命。伊要对上主得到恩惠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俄罗你，感谢你顾守阮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，但今仔日是主你所赏赐予阮的安息圣日，予阮有份来到伫你的圣殿内面，也是山顶三角来敬拜你。虽然有人因为家庭上的需要、社会上的需要，无法度来到圣殿三角求职。阮也要恳求主你有缘赐福伫因的身边，甲因的家庭，互因拢得到平安顺遂。主啊，你捌对阮讲，欢喜的心是好药，忧伤的心神互骨孤单。恳求你来透放阮心中遐个无爽快，互阮心中的无爽快，咱通会对主你来讲，阮也心对打开始要换新正直的灵，互阮拢充满你的恩典，互阮所有的一切拢行通，阮一切荣耀拢归给上帝。阮知影你是信实的上帝，感谢你施恩，互阮同教会。感谢你，也赐予阮有一个好的牧者，甲同工。伫阮的正会友当中，阮的事工无论对内对外，拢一直伫咧宣扬你的福音。伫服侍这条路上，的确毋是一条平坦的路。这路上行来所拄着的惊吓甲紧张，总是有主你的引带甲带领，互阮不得惊。无得论，互阮深深体会到，这是一条值得来行的路，因为主的恩典有够隽永。互阮同教会伫这个世代，真正会通成做社区、社会、国家最严发光的荣耀器皿，为主来拯救较侪的灵魂，搁较侪果子来献予上帝。帮衬阮，搁较侪失散的会友，甲带转来。阮安尼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咱三角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11章33节甲36节。华语和合本圣经第898页，现代译本台语译本圣经第162页。无人点灯，下伫人看袂到的所在，也是看伫倒下，一定是下伫灯台顶，通互入来的人看到光。
你的目睭是身躯的灯，你的目睭若金，规身躯就光明；你的目睭若灰，规身躯就黑暗。所以要小心，唔通互你内面的光变做暗。你规身躯若拢光明，连一点仔黑暗都无，就会亲像灯光夜夜伫甲你照，完全光明。咱请圣歌队来学乐。束缚救助。咱这时请牧师来正道，是盐是光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稳定，甲咱做伙伫地。救主耶稣正做咱的救主，因为安尼，咱做伙自执。愿上帝平安，赏赐怜悯，也祝福，甲咱做伙伫地。我要即时要邀请你，头前后壁的人，若边仔是恁厝内底的人，你会当更较亲密，甲伊讲一点较接近的话，较接近的吼，较接近的。若无吼，会当头前后壁的人会当使一个目尾，若讲真欢喜，你甲咱做伙做礼拜，来，真欢喜做伙做个礼拜。愿上帝稳定，甲咱做伙伫地。愿线顶的朋友、兄弟姊妹也共款。
会当你边仔厝内底的人，或是假使你边仔无人，不要紧，你会当对家己讲，真欢喜上帝，咱搁做伙来约会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求你人民馆的两只，帮长官伫早起时做伙组织，做伙听主你的话时，求上帝开阮的心，开阮的耳孔，听见你要对阮所讲的话语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曾富华姊妹。那算到今仔日，伊应该是一个住伫台中的姊妹，已经38岁。伊伫国小4年级以前是一个成绩真优秀、真快乐的小学生。总是，就是伫伊国小4年的时，有一天，伊所徛起的楼骹做大迄个火灾，然后因全家拢中毒，伊上严重，伊倒伫病院昏迷过6个月。伊醒过来的时阵，发现全身躯拢无法度振动，原来是伤着脑部神经，无法度振动。伊的双目失明，伊的喙无法度讲话，全身躯到尾剩耳孔通听见。一个小学4年级的查某囡仔，只剩会当听。伊的妈妈就辞掉工课，伫厝内底专心陪伊。因全家的疼甲鼓励，就亲像一道光，互伊伫黑暗中无抵到惊吓。然后对黑暗中来行出悲哀、甲自卑、拍拼来学习。后来伊发现，伊会当用剃头，伊厝内底的人发现伊会当用剃头，就是捏目睭皮这个动作，然后伊会当配合注音的沟通板，就是用伊的头壳。弄这个电脑的模式电码，甲外口沟通。既然会当因为安尼来完成高级的学业，然后写过100几首的诗，后来到现在，甚至伊会当画图、学音乐，甚至关怀其他苦难中的人。伊捌写一首诗，伊讲：我的身躯虽然受困伫一个小小的所在，我的心却亲像一只蝴蝶飞伫迄个草地顶头。曾富华姊妹虽然失明，总是伊伫黑暗中会当期望、欲望、愿望。是因为伊的心内底有光，这个光其实是对伊厝内底的人、伊身躯边的亲情好友、伊的老师以及上帝的听。透过安尼来生出迄个对伊内面所出的快乐。随上亲爱兄弟姊妹，颠倒咱来看现在侪人。虽然目睭可能有金，虽然头壳可能袂歹，虽然总是侪人的心却亲像青梅，活伫逐款无共款的黑暗中。侪人贪爱这个世间，家己掠做家己真熬，享受最终之乐。忘恩背义，拄好亲像今仔日主耶稣伫圣经内底咧对咱讲的即句话，路加福音11章35节到36节。
咱做伙来读看卖啊吼，来，咱做伙来读来。所以着小心，毋通互你内面的光变做暗。你规身躯若拢光明，连一点仔黑暗都无，就会亲像灯光夜夜地甲你照，完全光明。伫圣经内底，特别伫福音书内底，主耶稣所讲的譬如中间有两个真要紧，咱会当讲迄个是譬如，总是事实上，伫这个圣经内底有一个真要紧特别的地位，就是盐甲光。伫马太福音内底，当主耶稣伫山顶宣布北福了后，线接随着对学生安尼讲。马太福音第5章第13节，咱做伙来读看卖，做伙来读哦。来，恁是地上的盐，盐若失味，要安怎互伊搁咸？盐失味就无路用，只有气杀，互人吞达，互人吞达。气杀吼，气杀。照希腊文会当翻做恁啊，就是盐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过去侪人会误会讲，这句话叫做主耶稣叫人做盐做光，其实毋是做哦，是是。所以主耶稣是咧讲是，恁就是光，恁就是盐。主耶稣嘛无同咱讲是安怎，咱是盐，嘛无同咱讲安怎做光。总是即句话嘛通解释做，咱是地上不知为家己存在的盐。简单来讲，地上的盐的意思就是，迄个盐不知存在。啊，是哪盐会失味咧？这甲现在盐无啥关系，因为现在盐真侪拢对海水也是咸湖的水提炼了后袂失味的盐，迄是真正的盐哦吼。总是当时主耶稣咧讲的这个盐，其实是当时巴勒斯坦一带所采的盐。这个盐当时真侪拢对死海边仔有迄个盐条，咱知影创世纪内底，都有人变做盐条。当时伫死海边仔有侪盐条，对迄个盐来采落来，对迄个盐条采落来，所以对迄个盐条采落来，除了盐以外，阁有其他的物件。假使若收袂好势，真容易迄个盐会互水来溶掉，变做无路用的物件，因为迄个是要当做盐来用。若无盐，剩的就是剩遐无味的粗沙。既然无路用，只会当ฮ็伫路边。虽然甲现代人的生活形态无啥共款，今仔日咱拢减盐对无？咱拢爱食迄种物件吼，爱减盐的食物，上好食原味对无？总是现代人的生活甲古早人的生活无啥共款，因为古早人的生活，过去的人的生活，不管是农耕，就是这个放牧，只要是做食头路做工课，拢爱付上大量的劳动。所以当时的人，古早人其实特别需要盐分来补充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都叫做盐的第一个用途。盐第一个用途就是调味甲补充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主耶稣咧对咱讲，做一个基督徒是爱有味、爱有味的基督徒。什么话叫做爱有味？毋是指咱身躯顶头的
汗味，还是喙的臭味？毋是，是爱有人做人的人味。人做人的人味的意思是啥物货？就是咱爱考虑到每一个人其实拢有特殊的需要，甲两只。当咱若要成做地上的盐，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伫人甲人的中间内底做调和的器皿，上时咱会当去补充所流失的。所以补充所流失的，就是咱爱学会晓体谅、互相祝福，有一粒体贴温柔的心，追求合一。了解这样代志，虽然彼此一定的意见无同，总是咱通因为圣神来互相顺服。第二，盐会当洁净，甲防止腐败。我想咱大家拢知影，盐会当做第二个用途。这第二个用途就是会当洁净，以及互物件防止腐败。然后湿味原文有一个真特殊的意思，叫做变戆，变做牛戆吼。所以主耶稣直接讲盐啦湿味。其实有一种语言、两种意思的讲法。伊咧对咱讲，盐若湿味，就亲像人变戆。啊，人是免哪变戆？其实人时常嘛戆戆，咱拢时常戆戆啊。就亲像我的丈人，即两天中华电信不时就敲电话去。你电话费无够哦。咱会想，咱若无想第二步吼，咱会感觉讲，我电话费无够，我会照伊的步去行呢，对无？人有时会真戆。伫今仔日这个是非黑白、价值观真混淆的世代内底，咱知影迄个假消息真多。所以，咱无法度完全相信所有听到的代志。所以，听到了，有当时啊，咱爱做第二个反应。咱会当学警察局，这警察局提供的步调哦吼。第一叫做对迄个伊讲的话，先保持怀疑。就是咱听到迄个真耸动的标题，保持怀疑。第二，调查一下看卖，看别个有安尼讲无？第三，看有别种电视台还是别种讲法无？第四，假使咱若要传信息，请传迄个通相信的信息。第五，会当使用网络，会当查考的管道，有真侪会当查考的管道，亲像 LINE 官方顶头都有。赖的讯息查证，实际上，这个卖变做戆，其实只是消极，这种叫做消极的。更较要紧的，更较积极的，是互咱甲咱所伫地所在得到洁净。因为安尼，咱每一个人拢需要圣神的帮助，伫咱有。伫咱所伫地的迄个所在，伫咱所徛起的生活的所在，咱爱勇敢有智慧来讲真的话，就亲像保罗所讲。保罗伫腓立比书第4章第8节是安尼讲：兄弟姊妹，无，咱做伙来读看卖啊！来，做伙来读。来，兄弟姊妹，总讲一句。遐个会建立好德行的事，遐个值得称赞的事，就是一切真实的、一切通尊敬的、一切公正的、一切纯洁的、
一切可爱的，一切通学乐的，这个恁拢着不时放伫心内。咱应该好好活出一个外口甲内面拢一致的性命。我要坦白讲，其实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。然后，咱会当有迄种无假、甲人无假、受敬重的尊严，甲往来，甲人中间的往来。然后，咱会当伫咱伫地所在，追求起码的公平甲正义，互人无通嫌，毋免加鼓罪。免，其实咱若安尼做，咱的主人真古锥，真可爱，对无？就亲像保罗所讲的，真可爱啊，真可爱。所以，什么会叫做地上的盐？地上的盐，若翻做英文，会当是指迄个特别美好的人。甲保罗爱咱去留心，去放伫心内，留意这个生命用样相，其实有真类似的所在。所以，因为上帝国子民的本性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拢咧对咱讲一样代志。这个特质，就是爱咱毋通困去啦。上帝国子民的特色是，咱爱伫咱伫地所在有路用，这才是要紧的代志。所以，咱是盐，要紧的意思就是伫咱所伫地所在，咱爱互咱伫地所在有味啦，是有味哦吼，是有味啊！迄个味毋是臭味啊吼，毋是苦楚寒味。是，互咱伫遐，既然咱伫遐，咱就爱互这个所在，咱就爱互咱甲人中间的关系有真正上帝爱咱去伫遐做迄个味。随上这上时也是咱的挑战。做一个长老教会牧师，我时常需要主持会议，就是参与会议。我想。迄个在场真侪人拢知影，有当时参加会议的时过落长，捌有一段真长的时间，我真回避，我会回避一寡重会会议，因为伫议事内底，就是伫议事内底，有当时我嘛会真避免开喙，我心内底会想讲互遐个捌法规。会晓讲话、真够讲话的人，咱爱知影，咱看我咧写稿就知影，我感觉我是一个真袂晓讲话的人，所以我就爱将我伫台顶所有的话拢写落来。所以我家己感觉我是真袂晓讲话的人，所以互遐个真够讲话的人来讲就好。后来我就是读到这段话了后。我改变我的心意，我咧想讲，假使我若是盐，然后上帝爱我担任这职，爱我参与伫这个所在，必然有伊的心意。那安尼，我就爱尽力来参与，毋免过头考虑我有捌法规也无毋捌，毋免过头顾虑别人的眼光。假使我若伫内底有清醒，我只要直讲就好。讲毋对，自然人就会甲我讲：“你讲毋对呢。”自然会失礼就会使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盐叫做有味，所以咱活的所在，主耶稣咧讲咱是盐，安尼表示讲。咱爱伫咱活的所在活出迄个味，免怎活出来，其实就是咱每一个人的挑战。主耶稣说就是安尼讲，马太福音第5章14节，
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恁是世间的光，起伫山顶的城，看袂着，看袂着。古早巴勒斯坦主要的城市，就亲像耶路撒冷，就亲像米吉多等等。这个城市为着要防卫这个对敌，上时这个城市为着要控制迄个交通要道，拢起伫悬悬的所在。迄起伫悬悬的所在，其实是要控制，以及别人真歹攻击。就亲像今仔日咱读到的《路加福音》十一章第3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无人点灯下伫人看袂到的所在，也是看伫斗下，一定是下伫灯台顶。通互入来的人看到光。主要说伫遮咧对咱提起真做伊的学生的另外一个本质，就是咱是世上的光。咱是世上的光，换一句话来讲，毋是为着少数人来发光，毋是哦，咱。另外一个，真做伊的门徒有另外一个任务，就是咱这个光爱主人放伫灯台顶。所以是伫应该发光的所在，然后伫应该产生亮光的时候。咱就需要去发光。什么时是点电火时？一定是暗时，对无？就是咱即摆伫室内，这个时就是点电火时，会当互咱彼此看会到。上时共款，所以只有伫黑暗中，才需要点电火。然后更较大的黑暗。只要点一点点的电火、灯火，若放伫灯台顶，就是更较细，嘛无法度暗看袂着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咱会感觉咱若点起来无真光啊，不要紧。若放伫应该放的所在，若点伫应该点的时候，迄个光就无共款，迄个光就会互人看到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真正的光其实是对上帝来，就亲像诗人安尼讲，诗人第36篇的第9节是安尼讲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。对你的光，阮看见光。然后对真做基督徒的咱来讲，更加要紧的是迄个道成肉身的主所宣告的。约翰福音第8章12节，主耶稣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耶稣佮甲众人讲：我是世间的光，缀我的人袂伫黑暗中生活。反倒有活命的光，主耶稣出现，然后伊向咱发出一个听的邀请。当咱入伫伊是咱生命的光，缀伊行上这条跟缀伊的路时，上帝要因为伊将咱对死亡中偷放出来，咱就通对安尼。来得到自由、生命、甲光。约翰福音第9章记载一个生来出世了后就失明的人，然后耶稣的门徒就伫遐来争论什么话？这人失明是因为伊本身犯罪，还是伊的父母？耶稣讲，拢毋是咧，恁拢讲毋对啊。
约翰福音第9章第30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。来，耶稣因讲，毋是因为这个人犯罪，嘛毋是伊的父母犯罪，是要通过伊来显明上帝的作为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有时阵咱拄着真不幸的代志，咱会感觉，咱会问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是安怎是我？是安怎我拄着这个代志？咱问来问去，有当时啊，咱找无答案。总是主耶稣却要对咱问讲：你太知影上帝刷落来，要伫伊身躯顶头所显明的作为是啥物货咧？伊就是要互这个人，以及所有认主耶稣做主的人，有新的看见。当耶稣伫安息日，上时阁是伫犹太人光明节期的中午来医好这人的时，因为这人的失明，众人知啊，耶路撒冷通城的人拢知，所以引起犹太的宗教领袖一再来审问这样代志是毋是属实。上时甚至阁调查到这人的父母，怀疑这人的身份，因疑东疑西，颠倒互伊看清楚这群宗教领袖的喙面。实际上，这嘛甲今仔日同款。今仔日侪人提出疑问，不要紧，疑东疑西，真主人就会当伫迄个过程内底显出人真实的样相。因为安尼，所以互伊真正看清楚，上时阁相信主。这人相信主，成做伊新生命的开始。约翰福音第9章39节，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耶稣讲：我为着审判来到这世间，通互失明的看见，互目光的变做失明。所以，伫遮咧讲的目光。主耶稣伫圣经内底、福音书内底所讲的目光，其实拢是咧讲心内底的光明。这是主耶稣为着迄个事件所做的结论，就亲像今仔日咱伫遮所读到的3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你的目睭是身躯的灯。你的目睭若金，规身躯就光明；你的目睭若灰，规身躯就黑暗。伫路加福音内底，主耶稣是伫众人的犹疑甲试探的眼光中，咧讲这个譬喻，因为安尼，伊是咧应答这个四围观的群众。嘛咧对咱讲，爱认捌上时接受主耶稣所带来生命的光，然后伫遮所指的不只是咱的目睭尔，伫遮所咧指的迄个光是咧指人的心。咱的心若光明，就会看见主耶稣医治所带来的好。咱的心若黑暗，就开始摇移东摇移西，然后开始污蔑试探，才会全部拢现身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主耶稣是世间的光，伊的光暗砍袂牢，然后伊的光嘛会互咱这个军队伊的人，当咱照伊的话去行的时阵，咱嘛会发出光，然后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当咱发出光，就是无活伫黑暗内底，然后伫咱的生命内底，上要紧的光是啥物货咧？
上要紧的光就是疼，就亲像约翰伊所讲的，约翰一书第2章第9节到第10节安尼讲。我来读这个台语吼。人若讲伊伫光明中，毋顾怨恨兄弟也是姊妹，事实伊犹居伫黑暗中。疼兄弟也是姊妹的人，是伫光明中伫生活，袂致到互人滑倒犯罪。这是约翰一书第2章第9节到第10节所讲的。大约是1882年。江威廉牧师咧巡回宣教的时阵，伊来到台南的盐井。什么人知影台南的盐井？盐井毋知影所在吼，伫关仔岭的另外一边。共款一座山，关仔岭是这边，盐井伫另外一边的所在。盐井这个所在，伊拄到一个失明的人，叫做文王。文王互人介绍来到盐井，然后伫遮徛起，然后伫盐井教会来问道理。一个甲伊接触，江威廉牧师就发现，文王是一个真巧的人，真聪明的人，总是伊的目睭去互人画出来识明。文王提起家己的故事，伊讲10几年前伫庄卡路内底5、6个人，就对迄个树骹就撞出来，然后把伊扭倒地，然后挖伊的双眼。照伊所讲，应该是附近有一帮的恶霸吴志哥所带，迄是罗马头，当地罗马头所做。然后遐附近，甚至对头到尾有100几个人，拢受到伊的凌辱。上特别的代志是啥物货？上特别的代志是，当文王伫盐井听道理，然后伊受洗礼了后，伊不但原谅伊的对敌吴志哥，上时伊阁找到伊的对敌吴志哥的面头前，要传福音给伊啊！上特别的是这样代志。虽然伊受到拒绝，甚至上尾嘛拄到凌辱到死，总是文王确实画出初代基督徒迄款的本色，就是听到该讲该做，伊就去做。文王的故事深深刻伫江威廉牧师的心内底，所以当伊休假转到苏格兰的时阵，伊写一本册，这本册顶头就特别分享这个故事，也因为这个故事伫苏格兰当时的苏格兰得到真大的回响。包括捌完成上早盲人圣经格拉斯哥人 John Austin 的查某囝，江威廉伫这本册顶头也估计，当时伫台湾甲中国闽南总共约有25000个盲人，然后最多的盲人当时毋是做乞食，就是做算命先。嘛受请，真少数受请去拍鼓、去打水车、去做拿等等，总是做乞食的人搁较多。命运上苦的，当时是遐个青年壮年的时阵，互人用恐怖的手段，就是伫相拍三台中间致到失明的人。7年后。江威廉牧师为着要纪念文王，咱嘛通讲，伊是为文王的报仇的时间，就正式来展开。当江威廉牧师第2摆休假，除了出版台湾部宣教成功这本册了后，
伊伫即本册写文王的故事，伊也准备蒙人当时伫英国，伊备办蒙人专门用的迄个凸版的册，用手蒙就会当读到的册。然后伊开始筹募蒙人事工的基金。英国圣经公会提供要出版凸版的马太福音的费用。格拉斯哥自由教会学徒团队会募款，为着台湾蒙人事工的路用。伫1889年的时阵，甘伟林牧师将这个拢做伙炸转来府城台南。伊就对1889年开始就准备要开办伫台湾的第一间蒙校。1889年11月，伊请阿燕为着要出版册来做工，所以伊先请一个人来出版这个凸版的册。1890年6月19号，甘伟林牧师教士会报告，伊已经募到蒙校有50英镑。1890年12月4号，嘛伫教士会报告，伊已经请其中来正做蒙校的教员，月薪是5块。1891年9月12号，伊租台南当时一个所在叫做红公池，来正设立蒙校，名叫混古堂。古其实是古字，蒙人的意思。那个混古堂吼，蒙人的意思就是蒙人受教育的所在。然后伊租迄间厝租5栋，逐栋纳租金60。1895年，台湾解属日本，所以当时因为战乱，台南其实大家真惊战乱，所以蒙校就停办。到1897年3月，伊所租的红公池就行处置。甘伟林牧师后来去考劝，后来到台湾的日本政府，来成立官办的蒙校号码。所以这就是今仔日台南的客创学校的设立的所在。直到现在，我相信台南人拢知影，台南客创学校是伫古早的博爱路，现在叫做北门路的迄条路，碗棍火车头的附近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认为甘伟林牧师所做其实就是报仇啦。基督徒的报仇真简单，基督徒的报仇就是怎样将伊关心的一个人转到整个族群。一个基督徒分享的痛，有当时也真碎，总是假使迄个痛会当持续，放伫适当的所在，放伫适当的时，伊就会当发挥作用。比迄个黑暗来时，迄个灯就会当发挥作用。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批安尼讲，哥林多后书第2章1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来，做伙来读来。无论伫得救也是沉沦的人中间，阮正做基督的香味献予上帝。这保罗是咧讲啥？保罗是咧讲当时罗马军队若太赢了后，要会凯旋列队入城，然后迄个将军入城了后，会直接去到神庙来献祭。神庙的祭司会烧香表示庆祝。然后，迄个烧香的香气、香味，就会
伫迄个全城内底久久袂散。对罗马人来讲，香味是表示赢得胜，总是对遐个行伫队伍后壁的去用领来，伫战争内底失败的这个人来讲，这个香味是死亡。所以保罗用这来譬如讲，咱真做基督徒的性命，爱有基督的香味，因为咱是基督太压撒旦了后，献给上帝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活伫这个世间，无论是盐、是光、是山顶的城、是灯。拢应该伫咱所伫地所在，发挥咱的功用，产生咱的香味。愿你甲我的性命，拢通得到上帝的欢喜甲祝福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你知阮通献上的听有限，你知阮通烧起来为主所做有限，总是求主帮助阮，互阮知，伫阮所伫地小小的所在，伫上帝你所有定爱阮行好的所在，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即时就发出光，互阮迄时。就做盐来成做上帝，你要清起这个世间，互这个世间更好，以及听这个世间要紧的器皿。求你帮助阮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。咱三甲来吟圣诗回应，圣诗479首，看这个破碎的世界。请会众起立入全首。看这个破碎的世界，真情向梦无尽，求主赐我伫这世代和平愿望成真。期待得行，他做日头，像毛发做领导，真正武器，拢总是好，和平世界定做。伫遐真机，无个行去。扫工也无出声，地上真情拢总停止，迷茫已经得正。伫遐无恋无个天位，拢已无受阻碍，壮高理想。实现发挥，愿望无受破坏。和平人群牺牲来时，定论人渺茫，对分无着，得胜家己，好阮的心希望。求主带来美好世界，
充满人海孤独，地上和平，地高万代，永家主公所好。会众请坐。奉献，咱请林家和执事、穆桂英执事。请会众起立，三甲来吟奉献的诗。咱三甲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我读一遍，请会众读两遍。无论伫得救也是沉沦的人中间，阮诚做基督的香味献予上帝。哥林多后书第2章15节，请。无论是得救也是沉沦的人中间，阮诚做基督的香味献予上帝。哥林多后书2章15节。无论得救也是沉沦的人中间，阮诚做香味献予上帝。多主2章15节，咱请献甲周报第1页。7月份特首的长职，余志平、简秀柱、赖建义。7月17，第1场书会陈正燕。第2场花舞，邓亚忠，其他咱家己看。周间的聚会，咱家己看。主日学的聚会，教育部的课程，咱嘛家己来参考。现到第2页，小组的聚会表，咱目前有19组吼，咱家己看这个时间来参与伫这个当中。嘛甲每一遍的聚会的情形，伫这个。迄个小组的群组遐来发表甲一个参与的人数来登记的办公室。顶礼拜主日奉献的明细，咱若是有登台去办公室来更正。咱掀开周报第3页消息报告，下主日7月17，是基电会的主日，欢迎咱陈嘉生长老来本会正道分享，请为伊的事工来代祷甲奉献。教会消息。2023年中职有选票，也未领取的在职会友，请甲6楼，咱这个4楼这个办公室来领取。7月24第1场礼拜，要来颁发2021年圣经速读的奖励的名单，咱家己来参考。
第三点，7月甲9月的新眼光，追求美善、俗天价值，咱欢迎兄弟去办公室来领取。具体消息，本会祭坛干事的太太王思丽姐妹，要这后礼拜2伫台北这营总来进行这个甲状腺的切除手术，来请为这个手术的顺利来代祷。其他消息，合作社李干事会伫今仔日中午12点伫701来召开，请李干事出席参会。这个代祷事项，咱为着这个下季学校活动，7月初10起，咱这个青年立大甲事前的较侪的准备，甲7月13甲7月17营会活动，为展开甲结束，一切拢望上帝保守看顾，平安健康结好的果子。第2点，咱为着8月14，本会青年要去这个前往复兴区的姊妹教会、三民长老教会的地宣服侍学堂，求上帝的带领，请代祷。咱为着教会礼拜会改变时间，甲各小组的聚会实体也是线顶代祷，求主赐予咱有一个健康甲活泼的灵，来共同建造桃园教会。咱请牧师来介绍补充报告。我来补充报告先介绍今仔日第一遍来到咱中间的人客，杜婉珍姐妹有伫咱中间无？请起立，互咱熟悉一下好，不要紧。有可能已经在哪里？在那边他坐着低调一点我们掌声谢谢，欢迎他在我们当中好这里我想就是求上帝特别享受。那个，请问你听得懂台语吗？一点点好，欢迎你。待会如果愿意留下来，11点还有一场那全部都是华语，不好意思这一场就是台语，不好意思杜婉珍姐妹伊是因为网络的关系所以伊来找教会拄好9点来到咱中间住伫汤圆的这个永安路遮尔，所以我要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会当有关心详时假使来使，求上帝也祝福临在伫婉珍姐妹的家庭内底，愿上帝祝福，甲你做伙伫地。伫遮我要补充报告是请咱持续为着学季校，即礼拜开始今仔日这少年的就开始伫遮筹备，然后13号开始会展开这个。开始学季学校的行程，一直到礼拜日。上时我要邀请咱大家为着因要到8月份要去到三民教会福音队来奉献，这个奉献会真济捐款。我大概有伫小会顶头报告，就是讲我毋茫讲咱若要这个福音队来奉献的话，毋茫会当你会当指名，就是奉献福音队。三民教会福音队，这真做一个捐款，就是毋茫支持因伫遐的所有的费用以外，留剩咱就会将这笔费用来奉献对三民教会。所以假使咱若要奉献，我要邀请咱大家为着即群少年家，因伫8月份真有热心，要去到三民来做福音队，有利益伫当地部落。甲教会的囡仔，总是咱嘛求上帝赏赐，因为三民教会其实是咱的姊妹教会，所以假使咱若愿意为着因的福音队的费用来奉献的话，我要请咱就是指名，就是为因来奉献，然后上尾这笔奉献的话，若有剩的就会留伫三民教会，所以邀请咱大家为着即群少年家。7月份甲8月份，因对今仔日开始就有学季学校，然后8月份因有要去到有一礼拜时间，因要入去到三民教会来服侍，求上帝赏赐祝福人民，也祝福三民教会因遐所做的代志。这是头一项。第2项，我嘛要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开始鼓励大家来月定奉献。
真侪牧师咧鼓励奉献的时阵，拢举这个撒加利亚的迄个经节，总是我无真爱迄个经节，因为当咱读到迄个经节，敢若我奉献是要得到更较大的福气，奉献毋是要得到个拼天堂，互咱的福气。上帝奉献毋是这样代志啊！我要邀请咱大家奉献的意思是，所以我较爱月定奉献。原因真简单，当咱有奉献，就表示咱的祈祷。我讲一遍吼，所以我较爱月定奉献。我要邀请咱大家建立这个习惯。我宁可会当收到100块的月定奉献。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，将咱逐个月所有的收入，咱来上好势，咱也甘心乐意奉献。透过安尼，毋是要换迄个对天堂拼落来更较大福气，毋是咧换迄个爱会记这样代志。奉献就是奉献，奉献就是表示咱的祈祷，咱祈祷咱的教会更较好势。上帝教会哪勇壮，上时求上帝赏赐的怜悯，会当伫咱的教会更较凸显。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。所以这是第2项，第3项就是要邀请咱大家来小组。所以鼓励咱大家一礼拜参与1场的礼拜，一个服侍，一个团契，还是一个小组。所以假使咱也未伫小组的，要邀请咱主动看倒一个小组长，你讲我这礼拜来参加你的小组，毋通跟咱洗牙齿啊吼，这沓洗，搁洗迄沓吼，毋是这种意思吼。迄小组毋是去洗，毋是这种意思吼。原则上，咱毋望咱伫小组内底，咱会当去疼人，嘛互人疼。因为咱拢古锥的人对无？咱互主所疼的人一定真古锥啊。所以咱拢古锥的人，咱爱学习，嘛互人疼一下。愿上帝恩典，甲咱做伙伫地。上营圣诗390首，阿罗天父万福本源，请会众起立，吟全首，吟完咱请牧师来祝祷。阿罗天父万福本源。观念阶段，因爱交增。阿罗耶稣，向我最花中保，降临万观。阿罗圣心，感化罪人，相思连连，温慧之心。阿罗圣杯，圣家圣心，三位一体，具象具尽。阿门。全能的上帝，愿你全能的神改造阮，温柔的神因带阮，稳定的神帮助阮，互阮用阮的生活甲性命服侍敬拜你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。电乐灭倒。
咱互相请安，行平安礼。